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12，诗篇27篇13节安尼讲：我深信这项书，我要活着下日，会享受上主的恩惠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看见恩惠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光，阮的拯救，阮要行之水。你是阮活命的气力，阮要行之水。虽然歹人要攻击阮，对敌要吞食阮，总是因拢会滑倒失败。虽然环境充满艰难，阮也无惊吓。虽然头前危险歹行，阮悠然自在，因为你要暗中保护阮，互阮秘伫你宝贝看板的所在。主啊，阮出声求救的时，求你压耳通听，搁求你怜悯阮、应阮，因为阮深信这项书，就是阮要活着的时，会享受上主你的恩惠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要互咱享受伊所赏赐恩惠的主，伫咱活着每一天，咱要看见伊的恩惠，甲咱相共。